一個人忙唔忙，取決於你喺佢嘅心裏面嘅位置。信息2個鐘頭唔覆你，抖音10分鐘在線，其實你並唔傻。佢對你真心或者係敷衍，你早已心如明鏡，只係你願意為你自己中意嘅人裝瘋賣傻。如果一個人連你嘅信息都故意唔回嘅話，你覺得呢個人有幾咁在乎你？感情一開始，你考慮嘅喜唔喜歡呢一個人，而相處耐咗，你就要考慮喜唔喜歡當下嘅自己。如果自己變得暴躁、卑微到連自己都睇唔上自己嘅情況下，咁就足以證明呢一段關係並唔適合你。兩個人在一起嘅意義係彼此鼓勵、互相滋養、共同成長、共同升值，而唔係讓你失去熱愛嘅生活同埋神念。醒少少。